椒鹽杏鮑菇、杏鮑菇鹽胡椒粉、乾澱粉或者玉米粉、食用油、辣椒粉、蒜末、青葱段。首先呢，準備一啲杏鮑菇，清洗後將杏鮑菇切成適當嘅厚片或者段方便。調味料，果粉炸製，將杏鮑菇洗淨之後，將杏鮑菇切成小塊嘅厚片或者段同埋蒜末，方便果粉炸製。盤羹後醃製10分鐘，將杏鮑菇放入鍋中，將熱滿嘅杏鮑菇均勻攞上一層乾澱粉或者玉米粉，確保每片都包裹好。喺鍋入邊加入足夠嘅食用油，燒熱至約180度，逐片放入炸至金黃色，倒退入3到4分鐘，撈出嚟油。炸好之後，將杏鮑菇放入碟中，蘸上適量嘅椒鹽，或者喺油入邊加一點辣椒粉，快速翻炒，增添香辣味。將盤後，我切成細嘅青葱段提味。想更加香脆，可以喺裹粉時加入少許五香粉或者五香粉混合鹽。請點讚關注。